首先，我要多謝呢位網友，竟然會揾一個隻無名嘅小 YouTuber 嚟幫你代抽。既然你咁相信我，我一定會不負眾望。一上線，哇，35 level 喎，咁你留咗幾多石俾我啊？哇，32000喎，哇，好嘢喎，自算卡池都未用喎。哇，勁，連新手卡池都唔抽，勁啊！咁就抽個新手池試一試手氣先啦，10抽。喂，20抽呢？30抽出啦啩？喂，唔係啊嘛，難得有人揾我抽嘢，唔好咁啦。OK，終於嚟啦，嚟隻奶嘛，唔錯噶，有用噶。こんな依頼俺一人で十分だ。以外呢啲嘢就冇人想嘅，咁佢都唔差，幾靚仔啊！望下，小問題，最緊要佢係咩啊？我哋嘅目標，盞你都係姐姐啊嘛！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捨五入犯太歲。唔係啊，真係咁得滯咩？60抽噶咯噃。即係我係完全冇諗過要食寶嘅，但係唔緊要。各位觀眾，為呢位網友獻上我哋最熱烈嘅掌聲，慶祝盞你大姐姐嘅來臨。こんな依頼俺一人で十分だ。即係如果我同你講係意外，你信唔信？啊，我就唔信啦。第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さてと仕事を始めようか。唉，角色終於抽完啦，依家到武器嚟個10抽、20抽、30抽、40抽。但就以呢個石頭量要抽埋隻飛比呢，咁就梗係冇問題啦，係咪啊？仲有後備資源，咁就梗係瞓身一搏啦。我話唔信都唔得啦，好抵喎。但唔緊要，只要唔好壞，一切都有可能嘅。我嘅任務終於都完成啦！啊，只不過有啲好奇，點解可以儲到咁多石？如果心塔喐咗嘅話呢？嗱，事實話俾你知咧，好奇越深啊，害死貓嘅。